上班又不约会，你吵什么呀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嗨。Hello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有啊，美女吃饭不会迟到。啊，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要睡觉的冬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。你好，冬眠小姐，我叫戚明峰。嗨，戚明峰。啊，那天真是谢谢你啊。为美女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啊，你女朋友挺漂亮的。只是女性朋友。啊，冬眠小姐也很漂亮啊，像冬眠小姐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，现在可不多见了。啊，戚先生过奖了。美貌嘛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智慧就真是不敢当了。哦，我刚好还有几个问题想要向戚先生请教呢。是吗？说来听听。不是，给我们家闪闪零79补点钙。他不缺钙。我们家闪闪079最近训练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你快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你老问我他怎么了？你跟他朝夕相处，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呀！啊？嘿，我又不是兽医。啊，对，你是不是兽医？而且他也不会说话，不能告诉你他怎么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别老怪别人心不在焉的。你先问问你自己，先问问你自己干什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雷珊珊，自己注意点儿。哎，你这说谁呢？有病吧你？你那出水芙蓉演得不错呀，啊，都快赶上芙蓉姐姐了。文赛俱乐部是测试智力的国际组织，在这个组织里边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特别纠结，因为好多人都把我当成花瓶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加入这个组织，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很有内涵了。但是其实我真的有很多都不会耶。说来听听。啊，找到了。第一道题啊，一个经理呢有3个女儿，3个女儿的年龄加起来等于13，那他们的年龄乘起来呢等于经理自己的年龄。有一个下属知道经理自己的年龄，但是不能确定他3个女儿分别的年龄。但是这个经理说只有一个女儿的头发是黑的，然后这个下属立刻就知道了。请问这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多少？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2、2、9。因为只有一个是黑头发，说明她长大了，其余2个都小于3岁，她们的头发都是淡色。再结合经理的年龄，至少大于25岁，对吗？好棒啊！那我们一起来看第2道题。好。啊，你看啊，这道题的题目是有2根不均匀的香，香烧完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一段15分钟的时间？2根香同时点燃，第一根香点起2头，第2根香只点1头。等第一根香点完是总长度的3/4，这时候再把第2根香的另一头点起，从点燃到熄灭，正好是15分钟。棒棒棒！那
有2个罐子，50个红色的弹球，50个蓝色的弹球，随机选出1个罐子，随机选取出1个弹球放入罐子里。怎么样可以给红色的弹球最大的选中机会？在你的计划当中得到红球的准确几率是多少？个篮球，概率接近75%，这是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概率。实际上，只要1个罐子放小于50个红球，不放蓝球，另一个罐子放剩下的球，拿出红球的概率就大于50%。真棒，戚先生，您不会就是门萨俱乐部的会员吧 ？No， 我不需要证明我是不是火拼。哎呀，今天麻烦了您一下午，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晚上我请您吃饭吧？中餐、日餐、西餐，日本料理、韩国料理、泰国料理，你喜欢吃哪个？让我想一想啊。Sorry。Hello Cherry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今天晚上吗？哦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好。你女朋友啊？女性朋友，她约了我好久了。这次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下次我请你好不好？啊，戚先生人好好啊，一定是舍不得让我破费请你吃饭吧？那就说定了，下次我请，一言为定。一言。林闪闪，咱们俩姐妹这么多年，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下吗？牺牲你一人，幸福我全家。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就帮帮忙吧啊！大姐，这是小事儿吗？这可关系到我雷闪闪的一世英名，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我还从来没干过。怎么就不要脸了？你那城市总会俱乐部才不要脸呢！啊！你可以侮辱我，可以歧视我，但请你不要侮辱我的组织。我的城市走混俱乐部多牛逼呀！牛逼！我看你是吹牛逼吧你！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吹牛逼者，都是源自于内心极大的自卑跟恐惧。你个已婚妇女还没资格加入呢！我怎么没资格加入？我再最后说一次，我已经离婚了。你的生活实在太潦草了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快去！脸蛋，但是一人一场。喂，啊，戚先生啊。喂，闪闪。刚才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刚才是给您打过电话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所以又给摁断了。哦，是啊。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我也正想约你呢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巧了。一会儿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吧。你那么大的大忙人约我，我能说没时间吗？
那简直就是我的荣幸啊！那就说定了啊，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啊，行行行，那就一会儿见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漂亮。我怎么能跟你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呢？真是伤了我的狗眼。弟弟，现在不是侮辱狗的时候了，你赶紧去梳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表情还挺丰富的，90后啊。啊，没有，等你们，无聊瞎玩一玩。服务员，点餐。你看一看，想吃点什么？啊，你好。我就要一个田园沙拉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素食主义者。也不是绝对的素食主义，我是，有合适的也吃一点，但很少吃肉。能吃到一起的，永远不会成为敌人。我也喜欢吃素，那我来了。来一份田园沙拉，再来一份魔幻水果，还有一份笑脸薯饼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看来你对这里很熟悉嘛。还好。
你不是说你没带钥匙呢吗？可算回来了你啊！测试的怎么样啊？他不但情商高、智商高，而且还很有爱心。怎么讲？他办了一个宠物学校，他非常的喜欢小动物。他说，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很有爱心。哎呦，看来你表现的不错呀！啊，他可以做我的 Mr. Right。哎呦我去！哎，怎么办？Baby，去吧。哎，珊珊，出来吧，我到了。你在哪儿啊？这里。嗨，嗨，走吧。干嘛？装王子啊？王子还用装吗？你不就是公主吗？嗯。请吧，公主殿下。里面请。珊珊，出水芙蓉，魅力无穷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你骑马的姿势很帅。你是浪漫骑士？正是在下。珊珊，闭上眼睛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把手伸出来。珊珊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啊，我还没有想好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快快，握手，点头，点头，打开，乖，走转，亲亲。回来了，baby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被人给下药了？哪儿来的？齐明峰送的。我让你去测试他，你怎么假戏真做啊你？我没真做。没真做，戒指怎么戴你手上了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戴到我手上了，我就记得飞过去一只鸟。鸟？珊珊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们都干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干。骗人！你老实交代。我们俩好像就牵了一下手。珊珊，
要不是我打不过你，我早跟你翻脸了我。冬年，对不起啊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，雷珊珊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对不起了。跟我说对不起，一定是欺负了我，伤害了我，甚至凌辱了我。啊，冬眠，你的春天来了。谁呀？接吧，不接，不接你会后悔。认识你我才后悔。你傻呀！谢明峰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高有身高，要钱有钱，最关键的是他够骚够烂够花心，他绝对不可能希望你爱上他，也绝对不可能爱上你。他完全是那种干完你提上裤子转身就走的人，他完全符合你的标准，他就是传说中的活儿好不粘人。喂，明峰，啊，你请我吃饭啊？OK。你真的这么花心吗？花心和贪心是人的本性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